谁能告诉我？谁能回答我？妈妈呀，你在哪里？谁能告诉我？谁能回答我？爸爸呀，你在哪里？为什么别人都有温暖的家？为什么别人都有爸爸和妈妈？为什么我孤苦伶仃守望这空荡荡的家？听不到妈妈的呼唤，孩儿你快快起床。傍晚看不到爸爸的身影，等孩儿放学回来。为什么别人都有温暖的家？为什么别人都有爸爸和妈妈？为什么我孤苦伶仃？天黑了我真的好怕。没有人慰慰我的冷和暖，没有人为我买来喜和欢，没有人分享我心中的快乐，没有人为我擦去泪花。哦，妈妈，孩儿在呼唤，你回来吧，你回来吧，你回来吧，回来吧，回来吧，你回来。校区全网实拍视频群社区，点击搜索，再点击公众号，搜索 NFF377 NFF377，关注后免费进群。